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阿 Sam，準備開始2月22號沙田賽事預測。喺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頻道。照例先講一講頻道聲明先。第一場第4班1000米，第一名3號中環精英，從模擬盤路嚟睇，呢匹馬嘅步姿同級數喺4班絕對有微弱優勢。佢抽到咗僅次於大愛蘭嘅13檔，呢條跑線喺 A+3 賽道極其舒服。更聰明嘅係幕後起用周俊樂減2磅，實負129磅。喺沙盤推演中，注意到佢起步後嘅加速段非常流暢，完全唔需要同內檔馬鬥燒。第二名12號黃黃星叻，呢個係喺模擬器中最關注嘅一匹，睇佢只負122磅。更重要嘅係抽到咗全場最外側嘅14檔絕對生門，係1000米直路。大愛蘭嘅場地最乾快且有欄杆作為視線引導。金城江只要順住跑，呢匹馬嘅末段衝刺力喺極輕負磅嘅加持下，威脅力極大。第3名11號應龍飛影，呢匹馬喺模擬中展現咗極強嘅韌性，即使早段未能領放，亦都能喺最後階段咬緊前列，係連贏位極佳嘅防守棋子。第4名14號泰星區，全場唯一負磅喺119磅以下嘅馬，僅118磅，雖然排喺唔理想嘅2檔。但係喺推演中留意到，當賽事進入最後階段，大群馬匹向外側傾斜嘅時候，內欄反而會出現一條乾淨嘅破風巷。呢匹馬憑藉超輕磅，隨時能喺內側無聲無息咁爆入冷腳。第2場第4班1200米，第一名5號踏雪尋梅，從模擬盤路嚟睇，喺 A+3 賽道嘅1200米3檔被系統評定為黃金內欄路徑，配合冠軍騎師潘頓，起步後只需順勢貼欄，無需消耗任何額外動能去切入或者克服風阻。129磅嘅負重喺此幾何優勢下被完美抵消。呢匹馬嘅步姿流暢，物理路徑最完美。第2名9號閃電武士，布文嘅流放功力加上2檔嘅節省腳程，讓呢匹馬喺模擬中嘅入 Q 率極高。只要直路能順利望空，絕對係連贏嘅鐵膽。第3名4號發財金安，一檔處於進可攻退可守嘅戰略樞紐，毛顯東有減磅優惠，實負127磅。系統計算其走位風險極低，喺內欄容易找到遮擋，係防守3甲嘅最佳配腳。第4名14號魅力之福，啟動輕磅刺客機制，全場負磅極輕，僅119磅。雖然排喺最吃計嘅14檔，但喺推演中留意到，當賽事進入最後階段，極輕嘅負磅賦予咗佢喺直路無視部分外碟懲罰嘅高動能。若前方步速被扯快，呢匹輕磅伏兵隨時能從外碟爆冷殺出。第3場第5班1800米，第一名11號型到爆，呢匹馬喺模擬器中嘅勝率呈現壓倒性優勢，潘頓策騎加上4檔嘅完美起步點，係1800米嘅絕對黃金包廂。更可怕嘅係佢僅負122磅，呢個喺長途賽事中能夠大幅減輕末段嘅乳酸堆積。起步後順勢切入2踏有遮擋位置，動能損耗近乎為零。第2名2號特別美麗，雖然負134磅重磅，但2檔嘅絕對優勢完全彌補咗負重嘅劣勢。布文嘅流放功力喺長途賽係頂級嘅。沙盤推演顯示呢匹馬能緊貼內欄，節省超過10%嘅無謂跑動距離。作為連贏位 Q， 佢係最堅固嘅基石。第3名14號至開心模型輕磅刺客雷達狂響，原負116磅，加上毛顯東減2磅，實負僅114磅，係全場最輕磅嘅極端存在。抽喺不俗嘅6檔，進可攻退可守。喺1800米呢種考驗耐力嘅途程，114磅嘅負重喺最後300米嘅衝刺階段，將爆發極高嘅動能轉化率。第4名8號富裕君子，抽到兵家必爭嘅一檔，黃志宏有5磅嘅減磅優惠，實負124磅。喺 A+3 賽道嘅1800米，一檔馬匹起步之後幾乎唔用任何消耗就能守住好位，系統計算其走位風險極低，係防守3甲4重彩嘅必備配腳。第4場第2班1000米，第一名4號魔術控制，呢個就係笑馬場合嘅幾何王者，抽到全場最外側嘅7檔，等於獨佔咗 A+3 賽道最幹快、最冇阻力嘅看台側跑線。
艾杜拿只需要起步後讓馬匹順住外欄邊緣推進，完全冇塞車或者被擠壓嘅風險。130磅嘅負重喺外欄平順嘅物理路徑之下，動能損耗被降至最低。第二名6號白進巨星，此區具備極佳嘅前速，且排喺偏外嘅5檔。更重要嘅就係喺二班賽事中，佢僅負119磅，輕磅加上外檔偏向，讓蔡明少能喺早段輕鬆跟隨喺魔術控制嘅內側或者後方，形成外檔嘅破風陣列，入 Q 率極高。第三名7號年少都好，原負118磅，配上中耳禮，減磅後實負緊116磅，抽喺6檔，僅次於最外側，完全契合直路賽嘅黃金生門。二班賽事中，輕磅馬約能佔據外欄快線，往往能夠爆出驚人冷門。第四名2號顏色之王，呢個係一匹級數極高嘅賽區，雖然要背負134磅重磅，且排喺不尷不尬嘅4檔，但由冠軍騎師潘頓策騎，硬功足以彌補部分嘅物理劣勢。喺沙盤推演中，潘頓往往能憑藉經驗喺末段揾到空隙，係防守3甲位置嘅合理選擇。第5場第4班1200米，第一名1號醒目高球，呢匹馬雖然需要背負135磅嘅頂磅，但係 A+3 賽道嘅1200米二檔嘅黃金內檔，完全抵消咗負重帶嚟嘅劣勢。班德禮起步之後，只需要輕推就能穩守內欄前列或者有利嘅包廂位置，無需消耗任何額外動能去切線或者克服風阻。第二名11號豐功偉績，抽到3檔，與首選構成堅不可摧嘅內檔鐵壁，負123磅比頂磅馬輕咗足足12磅，喺轉彎時嘅向心力消耗大幅降低。呢匹馬喺模擬推演中嘅入 Q 率極高，係連贏位嘅最佳核心。第三名8號大宗師，排喺同樣屬於黃金樞紐嘅4檔，配合毛顯東嘅2磅減磅優惠，實負125磅，喺物理路徑上進可攻退可守。模擬器顯示佢極容易喺2搭揾到遮擋，走位風險極低，係防守3甲嘅最佳配腳。第四名14號環球英雄，雖然近期賽績唔顯眼，但係1200米嘅 A+3 賽道，一檔加超輕磅嘅物理組合，能俾佢喺內欄如幽靈般節省大量體力。只要直路能望空，隨時能爆出震撼冷門。第6場第4班1400米，第一名8號美斯魚，呢個係喺1400米賽事中最夢幻嘅配置。布文策騎加上最貼欄嘅一檔，完全掌控咗起步後嘅戰略主動權。127磅嘅負重適中，布文喺沙盤推演中能夠輕鬆將馬匹安放喺領放馬之後嘅黃金包廂，全程節省腳程，幾何優勢無可挑剔。第二名3號99維軍排喺2檔，同首選構成完美嘅內檔雙軌拍門格局。雖然原負133磅，但係中意禮嘅2磅減磅優惠下實負131磅。呢匹馬具備良好嘅前速，喺2檔起步能輕易守喺有利位置，入 Q 率喺模擬中極高。第三名5號日日獎4檔同樣係進可攻退可守嘅絕佳樞紐。更值得注意嘅係黃志宏嘅5磅減磅優惠實負123磅。喺1400米嘅直路比拼中，呢5磅嘅讓步結合4檔嘅暢順路徑，讓佢成為防守3甲位置嘅極佳棋子。第4名14號盛世威風，雖然排喺較為尷尬嘅9檔，但係超輕嘅負磅賦予咗佢喺直路無視部分外碟懲罰嘅高動能。若前方步速被扯快，呢匹羽毛棒伏兵將喺最後200米爆發出驚人嘅後勁。第7場第4班1400米，第一名2號馬寶寶喺模擬器中，呢匹馬起步後能兵不血刃咁佔據領放或者黃金包廂位置，負重嘅劣勢被完美嘅零阻力內欄路線完全抵消。第二名8號喬峰抽到2檔，同首選馬寶寶構成咗無懈可擊嘅內檔鐵壁，負123磅嘅磅位非常舒服。呢匹馬喺沙盤推演中能夠緊隨領放馬後方，入 Q 嘅機率極高，係連贏策略嘅最穩膽才。第三名11號無極勇將排喺3檔，延續咗內檔嘅黃金陣線，負重僅120磅，物理負擔極輕。金城江只要順住內側馬群嘅步穩推進，便能喺直路揾到發力點。作為防守3甲嘅配腳，其幾何風險極低。第4名14號一路歡騰，雖然8檔稍微偏中，但113磅嘅超輕負位
讓佢喺直路衝刺時候能大幅減少乳酸堆積。若賽事步速偏快，呢匹冷戰將極具威脅。第8場一級賽1400米，第一名1號嘉應高升，呢個係目前香港賽馬嘅短途天王。第2名3號驕陽明區，模擬器顯示呢匹馬能順利喺嘉應高升嘅外側或後方揾到遮擋，完美避開早段嘅風阻消耗，係連贏位嘅最穩固基石。第3名5號表之銀河，田泰安大概率需要將馬匹留後以尋找遮擋，呢個意味住入直路時需要繞出大外檔。雖然物理腳程有所虧損，但係憑借佢嘅變態嘅末段爆發力，仍然足以喺最後殺入三甲。第4名4號鴻運帝王，由於係平磅賽，系統轉移捕捉高勝率盲點檔位嘅伏兵，二檔喺1400米係極佳嘅內欄生門。呢匹馬往往被大眾忽視而成為冷門，但喺沙盤推演中，麥文堅只要沿途貼欄一步不蝕，喺直路內側穩位穿插，極有機會以極高嘅賠率爆入冷位。第9場第3班1200米，第1名4號冷蛙，呢匹年輕賽區由潘頓親自執髡，喺1200米嘅 A+3 賽道抽到5檔，屬於絕對嘅戰略樞紐。此檔位起步後能輕鬆觀察內檔馬嘅動向，順勢切入2搭嘅黃金包廂。126磅嘅負重喺潘頓嘅硬功配合之下不成問題。喺模擬推演中，佢有超過75%嘅機率喺入直路前取得完美望空位置。第2名8號合夥飛馳，艾少禮只要起步之後讓馬匹貼住內欄，舒服咁跟隨前領馬，就能夠喺末段爆發出極高嘅性價比。第3名2號年年幸運，呢匹馬具備極佳嘅級數，喺內檔保護下，黃志宏可以輕易守住好位，唔需與外檔馬硬拼前速。第4名10號大愛無疆，雖然6檔稍稍偏中外，但喺10匹馬嘅場合，6檔並唔會遭受太嚴重嘅疊數懲罰。極輕嘅負重讓佢具備末段爆發嘅動能，只要前方步速稍快，佢將從中檔如飛殺上。第10場第3班1600米，第1名7號巴閉仔，呢個係喺1600米賽事中最完美嘅物理結合。布文喺沙盤推演中能夠輕鬆將馬匹安放喺領放馬之後嘅黃金包廂，沿途一步冤枉路都唔使跑，體力保留至最後直路爆發。第2名1號一齊美麗，喺模擬中佢極容易喺入彎前切入2搭有遮擋嘅位置，只要唔被逼走外碟，憑借其喺3班嘅級數優勢，絕對係連贏位嘅鐵膽。第3名8號靈燈，抽到4檔嘅絕佳好位，配合125磅嘅適中負重，希威森起步後能輕鬆為馬匹揾到遮擋。呢匹馬喺模擬器中嘅表現非常穩定，走位風險極低，係防守3甲同4重彩嘅完美配腳。第4名14號盈益善，雖然排在喺稍微偏外嘅8檔，但喺1600米嘅直路比拼中，呢極輕嘅負磅能夠大幅減輕乳酸堆積。若前方步速被扯快，呢匹羽毛磅伏兵將喺最後200米交出令人驚艷嘅後勁。第11場第3班1400米，第1名6號嘉應奇兵，呢匹馬嘅物理條件堪稱完美，127磅嘅負重適中，配合冠軍騎師潘頓，最致命嘅係抽到咗1400米嘅黃金2檔。喺沙盤推演中，潘頓起步後唔需要消耗任何額外動能，就能將馬匹咬住前領馬嘅車尾燈，進入最舒服嘅破風包廂。呢條路線嘅贏面呈現壓倒性優勢。第2名3號彭才，抽到全場最貼欄嘅一檔，與首選嘉應奇兵完美組成咗內檔嘅防波堤。呢匹馬能夠沿途慳水慳力，入 Q 率極高，係連贏位嘅最佳膽才。第3名7號幸運風采，喺1400米呢種考驗末段耐力嘅賽事中，輕巧嘅負磅與順暢嘅2搭遮擋路徑，讓佢成為極具性價比嘅防守配腳。第4名12號確好勁，巴道處理呢種輕磅伏兵，喺內檔保護之下，115磅嘅負重，讓佢喺直路衝刺嘅時候幾乎感受唔到乳酸堆積嘅痛苦，隨時能夠爆出震撼冷門。